媒体识读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能力之一，培养民众正确使用媒体，正确判断接收到的资讯是真还假。中嘉集团为了落实企业责任，积极走访社区和学校，举办媒体识读相关的活动。8号下午来到光华高中的国中部，轻松有趣的课程也让学生积极参与。校方对中嘉集团也表达感谢。对于就是媒体有机会来学校宣导，就是媒体识读跟怎么去辨别假新闻这样子的一个宣讲或是一个活动，我们真的觉得很谢谢，因为其实虽然平常我们老师们也都有机会在课堂上是可以跟学生说的，可是其实生活里面还是充斥了很多这样子的不实的消息。那我们也常常一不小心就转发了，或者是就广为宣传了。所以我觉得，虽然上个学期已经来过，可是这一次我们还是很高兴，中嘉集团还是很愿意再来跟孩子们分享一次这样子的媒体识读的很正确的观念，而且上下学期的内容其实有一些是不同的，然后也有很多生活里面的小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是有很好的帮助。课程当中，讲师特别安排生活常常会遇到的假消息的判断，让学生透过有奖征答和讨论来加深印象。对学生来说，今天的课程除了有趣好玩，也让他们收获丰富。我觉得这一次上课，它让我学习到，就是因为这个世代有很多方面可以让我们摄取到不同的讯息，但是相对那些讯息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那这堂课可以让我们有更多方法或是技巧去分辨说这些信息的可靠度，那也不会让我们就是摄取到一些不太对的知识，然后去传播，然后让恶性循环不停的在这社会滚动。我是觉得说这堂课它就是教我们如何分辨像也有一些 app， 就是还有一些网站是知道说是可以分辨是真的还是假，所以就是说以后就是不要就是随便就这样相信，我们要查证。面对各种媒体所传达的资讯，民众一定要先求证，不要急着分享，避免成为假消息的传播者。终结假消息，媒体识读站。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